澳洲嘛热甲进无款，袂输是打一个大火炉。毋但出现着破纪录的高温，而且这个森林山拿因为高温野火一直来炭烧，西班牙烧甲上界严重。那英国是热甲机场的跑道扬起，航班大乱。法国是出现着47度的高温，欧盟嘛发出着欠水的警告。今年热天对澳洲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伫农园当中，一个人影出现顶半身无穿衫，裤嘛倒火啊！火车洋洋动来，乘客一直看窗外大火，都惊后一秒火就会烧到因坐车厢。要伫工作人员的牵引之下撤离，安尼亲像电影情节画面伫西班牙发生。今年对热天以来，规澳洲都亲像伫火炉内底，毋但一直出现破纪录的高温，阁一直发生山拿大火。其中西班牙上严重，发生热影超过1礼拜，北部、东部、南部拢爆出火灾，超过7万公顷的林地焚烧了，超过500外人因为高温死亡。南毛各国4界发生大火，几啊千位警消投入救灾，欧盟嘛赶紧调度相关人员。The Commission continues to work tirelessly to mobilise help to those in need. 只是伫这种类似可怕的天气之下，加上变化真紧的风速，和火势更歹控制。由于一直拄着热映的法国，真侪城市伫7月18拢创下历史上高温的纪录。西北部的尼维亚克甚至测到47度的高温，伫连续几啊天气温拢超过30度的英国，嘛因为高温影响大众运输。伦敦卢顿机场都发生飞行机跑道表面部分扬起的状况，造成航班延迟超过4点钟，部分航班只好先伫其他机场起降。地铁、火车等等的运输系统，嘛拢因为天气伤过烧热，互减速或者是减班，票面因为天气路高温变形发生危险。查尔斯王储嘛公开呼吁，要对这热映当中学着驾驶。The climate crisis really is a genuine emergency. 根据欧盟智慧会旗下联合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，欧盟领袖当中有46%是可患预警级别，有11%是警戒级别，面对欠水的问题。法国、罗马尼亚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和意大利，拢因为欠水和高温造成农作物的产量减少，高温所造成的威胁和挑战，拢要来考验欧洲各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